每次聽到啲人話我個仔傻，我真係覺得好大壓力，好唔開心。仲有邊個可以幫到我呢？老公突然之間咁走咗，剩翻我同個女，我都唔知點算好。不如我今日一齊走就算數啦。點解個天要咁樣對我個仔？我唔識得點去面對，我仲可以做啲乜？好多家長其實佢哋喺小朋友自細咧，都面對唔同嘅困難。咁無論喺社區度啦，喺幼稚園度啦，都有好多嘅處境，其實佢哋覺得好難去處理。但係當佢要揾支援服務嗰陣時候咧，無論係鄰居啦，或者身邊嘅朋友啦，都未必容易解答到佢哋個困難。咁佢哋嗰種彷徨無助嘅心情咧，你真係未必會知道。所以小朋友入到嚟中心，我哋首要俾家長感受到係同家長同小朋友同行。徐子謙咧，其實咧就大概3歲左右就讀主流學校啦，因為佢係自閉症同埋有過度活躍嘅小朋友，咁佢明白嘅嘢會比較少嘅。其實去到街度玩咧，佢見到有啲小朋友玩啲車仔啦，佢會去搶佢，跟住就會可能有啲家長會覺得，喂，你小朋友好冇禮貌喎，你冇家教，即係嗰一刻會覺得啊，我唔係唔教佢咯，其實好氣餒嘅，同埋好傷心。之餘咧就評估咗咧，佢係一個係自閉症啦，同埋開始發展遲緩啦，同埋一個言語障礙嘅。咁有啲都好擔心啊，應該要點做好啊咁樣啦。突然之間我老公就喺一段時間佢就中風啦，就離開咗人世啦。阿之餘咁細個，咁我好彷徨啦，個情緒就開始有啲變動啦。好嚴重嘅就係都想跟埋佢走啦，都唔知點去維繫得到呢個情況。咁其實咧喺我懷孕期間咧23週咧，因為細菌感染啦，咁所以咧日日咧就被逼咧要提早出世。咁由於係一個極早產出世嘅孩子，所以咧佢要面對好多嘅身體問題。咁例如腦出血、腸穿窿、心臟又要做手術，隻眼睛又要做手術。咁喺頭嗰幾年咧，日日咧都要不停咁樣去醫院覆診啦，要訓練啦，跟住仲有治療。我哋又要返工，又要照顧，日日咧都覺得好疲累。有陣時好沮喪嘅時候，就會問自己點解會搞到日日咁樣呢？特殊幼兒中心嘅屋企人好多時候會擔心社區人士歧視嘅眼光啦，擔心佢哋喺公眾場所入面唔合作，可能會大叫啊或者發脾氣咁。家長呢，自己一個去承擔呢啲嘅壓力，其實喺呢個時候，我哋就可以幫到佢哋啦。好多時候社區人士咧對我哋特殊幼兒中心咧都有個標籤嘅，覺得我哋冇嘢學啦，往往咧都有一定嘅誤解嘅。其實特殊幼兒中心嘅課程咧都係針對住有學習需要嘅小朋友而設定嘅。我哋特殊幼兒中心咧，因為推行小班教學啦，咁會針對住個別小朋友嘅需要，包括佢嘅情緒啦，佢哋嘅唔同範疇嘅學習進度咧，去制定一啲好獨特嘅個別照顧計劃同埋一啲訓練計劃嘅。咁到當小朋友咧需要升翻去主流幼稚園嗰陣時候咧，小朋友同家長咧喺適應上面咧，亦都會較為容易嘅。所以我哋同家長同行，就可以為有特殊需要嘅學童提供重要嘅支持。咁老師就會分享小朋友喺中心學習嘅情況啦。我哋都想聽多啲家長去分享小朋友喺中心以外嘅情況，為佢哋提供更加有效嘅訓練。呢一種合作可以促進家庭同埋學校之間嘅互信，共同為學童嘅發展營造一個良好嘅環境。嚟到曹金林之後咧，反而我會覺得我學習嘅係一個關係同埋一個相處嘅方式。佢因為係一個自閉症嘅小朋友，佢會可能佢用錯方式係喊啊、叫啊，去表達嘅佢需求。但係嚟到曹金林之後咧，佢一年比一年進步咯。
我好記得咧，當時咧我入嚟嗰陣時咧，就係我係好無助啦，就唔知點算好啦。入到嚟之後咧，亦見到好多老師啦、職員啦喺度幫我手啦，因為始終我未去經歷過咁大嘅問題啦。咁但係咧，職員咧就叫我放心啦，你交託俾我哋啦，叫我就俾心機啦咁樣。我自己覺得個壓迫感咧就冇咁大啦。老師咧教識咗好多關懷啊、愛啊同埋呵護佢啦，咁變咗我嘅人咧已經心情咧開朗咗好多啦。咁啊，至於咧又公主病又冇咗咯喎，令到我心情咧每日都好開朗、好開心咁度過啊！喺嗰幾年咧，學校咧為日日度身訂造一系列嘅訓練課程，包括咗言語治療、職業治療同埋物理治療。咁以前咧日日唔敢行啦，唔識行啦，到而家咧可以玩呢個輪椅劍擊啊！經過曹金林嘅4年訓練啦，佢而家可以講到句子，甚至乎講到笑話氹人開心，都係多謝曹金林嘅老師同埋治療師嘅努力。我中意喺曹金林返學。我中意喺學校度玩韆鞦。我中意返曹金林。我哋中心咧秉持同行嘅概念，唔單止小朋友，家長亦都係我哋中心咧重要嘅服務對象。我哋係帶住家長、帶住小朋友一齊去到社區進行訓練，俾佢哋感受到我哋係一齊同佢面對外界嘅眼光。小朋友見到家長好信任我哋中心嘅姑娘同阿 Sir， 好自然咁樣投入我哋中心服務。我哋深信咧家校合作一定可以一齊幫小朋友快樂健康咁樣成長。